C 罗及其家人受邀观看跨界拳击赛 ，C 罗乘坐主办方的专车前往观赛地点，一下车 C 罗便成为了全场的焦点。而比赛的现场同样也是众星云集 ，UFC 格斗运动员康纳麦格雷戈主动与 C 罗打着招呼 ，C 罗还将乔治娜介绍给他认识。看着二人交谈甚欢的样子，似乎二人早就已经认识了。康纳还和 C 罗来了一个经典的面对面仪式。乔治娜和 C 罗坐在二人包厢内，能够陪同与 C 罗一起出席活动，乔治娜内心也十分开心。比赛即将开始前，主办方还邀请了 C 罗参观格斗场馆，并将一块定制手表送给 C 罗当做礼物。在休息期间，还遇到了昔日熟人西甲联赛的主席特瓦斯，几人也进行了简单的寒暄。现场看比赛的嘉宾中也出现了许多熟悉的身影，大家都认识哪些呢？看到拳拳到肉的比赛 ，C 罗脸上也出现了不忍的神色。乔治娜还表示自己无法想象 C 罗去做一名拳击手，因为那太疯狂了。在结束比赛后 ，C 罗便带着乔治娜离开了活动现场。